张总，那个时间不早了，我太晚回去了不好。哎，腿长在你身上，你非要走，谁也拦不住你。钱可是在我的手上，没有我松口，任何人别想拿走1分钱。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林一轩失望吗？啊？那个张总，是不是老是为难你啊？你别跟我提那个王八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老色鬼一直在打你的主意。我呢，准备投资一家公司，专做广告这一块，就让他来经营，他就是法人。爸爸收了几个好项目啊，让他好好的做一做。哎，小姐，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到这找你啊？我打你电话、发你信息，你都不回。对不起，手机没电了。没事。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怪怪的呀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啊，病了？我很好啊。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都没有啊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没事就好。哎，这样啊，今天晚上呢，可能我要加班晚一点，我先陪你吃个晚饭，吃完晚饭以后你拐我回家，晚上一个人在家行吗？嗯，行。真的行吗？真的行。哎，别忘了啊，把手机给我充满电，让我能找到你。嗯，知道了。行了，吃饭去，真是让人操心啊！啊，哎，小姐，来，请。来，随便点啊，别客气。来，哎，拿下来啊！好，来，喝点啊，非常好的酒。来，干一杯，这可是好酒啊！来。喝，啊，哎，小姐，你看你喜欢吗？是给你的。我来帮你带上啊。来，你靠过来点。
来，扭过来看看啊。还真不错啊。老妈，我喜欢你抱着我的感觉。不如去你那吧。去我那？哎，鱼，以后就多一个人陪你们喽。别跑，别胡闹，赶快出去。不要，外面黑，我不要一个人在外面。爱宝和张总的事情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，直到前不久，我才了解了整个事件的真相。可是已经太晚了。爸，你给我拿本杂志嘛。哪本啊？第一本啊。
哎，我要去见网友了。什么？我说，我在这一晚上你都不理我，我要去见网友了。这大晚上见什么网友啊？那你说说，这网友是男的是女的？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啊？我现在就要去见网友了，我要去见网友了。我现在就要去见网友了。好吗？来嘛，来嘛。来，坐下。现在听话，把工作做完了以后再陪你聊天，行吗？啊，行了，别生气了。哎，耶，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呢？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做了一晚上东西，我还没保存呢？你干什么呀？成天没事他妈闹。对不起嘛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我自己有办法。啊。
啊我饿了。啊！大家同在社会上混那么久，瞧别人混的，哼，你瞧我混的，想起来真是。你说这个男人最重要的事儿吧，一个是立业，一个是成家，是吧？这个鱼与熊掌啊，它不可兼得。你想啊，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他怎么能够先立业？我们可以买一艘游艇，然后去各个岛钓鱼，去潜水。所以说，我必须去拼命。哎，春天没事他妈闹！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老爸，你还真的是老了耶。喂，爸，你怎么睡这么久啊？我都快要饿死了。一会儿就回去。爱宝和我就这样平静地生活着。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可我的事业也没有任何的起色。一边要忙于工作，一边呢还要尽力的去照顾爱宝。我在爸爸和爱人两个角色里不停地转换着。说实话，爱宝对我来说实在太年轻了。哎，好了，我需要处处小心翼翼地去维护这段情感。有时候，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到底是他的爸爸，还是他的爱人。渐渐的，生活的压力、工作的压力、社会的压力、做父亲、爱人的责任，所有的一切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真的累了，想逃避。我甚至开始怀疑这段情感
是否还有必要再继续下去？怎么，特别喜欢米粉？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米粉，那为什么呀？只是每次啊，我爸来看我跟妈的时候，我就会希望那时间能停留的长一点。于是我就希望我爸能够做些什么给我吃。于是我爸他就会煮米粉给我吃。每次我看着他在那里切那些配料，把米粉丢到锅子里，准备那些肉片的样子，就觉得特别的幸福。我好希望那些时间能永远停止，这样我爸就不会离开我跟妈了。所以每次我闻到米粉的香味，就会看到我爸。我们分手吧。我们分手吧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你不要说气话嘛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们俩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也许对你来说太老了，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，更适合你的。可是我不喜欢年轻的啊，我就喜欢满脸胡渣的大叔嘛。傻孩子，你瞧瞧我现在，瞧瞧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事业、生活，可以说是一塌糊涂。我连我自己都照顾不了，我怎么去照顾你？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啊，我不用吃很好的，我也不用买很贵的。我知道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你的错。也许我只适合做你